見到大利來啊、珠寶世家啊嗰啲馬嘅，好啦，差唔多轉完彎，預備去到直落口附近嘅位置啦。前面第一隻突咗嚟，見到起序寶突咗嚟開上嚟追佢，而家見到嗰隻係天鷹翱翔啊，後面再見到仲有網絡電郵，西國明遠未揾到啊，入邊攝上嚟仲有就係躍星啊，但係張總見到仲有爆冷啊，前面第一隻突咗嚟，見到入邊嘅西國明遠，再人同佢鬥緊，見到網絡電郵外邊爆冷喳聲長驅直進嘅，依然領先少少，仲係西國明遠啊，後面上嚟網絡電郵追來追咁到中間天鷹翱翔騎落又反應相當之好嘅，西國明遠鬥緊外邊，仲有嗰隻就係大利來啊，大利來鬥緊西國明遠。大利來西國明遠一齊中好似人跑第30名嘅上嘅，仲有自由好嘅喺後邊，依然仲係百威勝啊同埋利可來嘅，距離頭馬依然仲有9個馬位嘅。好啦，轉完彎要入正直路前面楊啟堂想走甩就爆炸帶嚟個幾兩個馬位，包裝大車入邊等緊位上嚟，然之後上嚟仲有就絕塵後面上嚟仲有雕塑家，但係張總見到仲有爆冷，然之後仲有百威勝後面上嚟仲有自由好嗰啲馬，前面嚟講入邊上咗嚟嗰隻係包裝大車，中間嗰隻爆冷咗嚟兜緊，見到就係雕塑家三埋兩步之後上嚟，仲有嗰隻自由好嘅爆冷，百威勝喺入邊捐緊上嚟同一齊鬥緊，百威勝就鬥緊爆冷，百威勝跑第一，爆冷跑第二，自由好跑第三，跑第4名係鬥牛城㗎。